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收日看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看到讲中国想要改变台湾的这个现状，美国、韩国、日本这阵详细参详台海的这个情势，这三国最近拢强调，因非常重视台海的安全，会来阻挡中国的这个威胁。先来看到美国国务院就表示讲，台湾海峡是全球上重要的这个航道之一，会和盟友共心来捍卫台海。另外，也讲到中国想要破坏现状，影响区域的这个稳定。咱国的这个总统蔡英文是讲面对挑战，要时时刻刻提醒所有民主同伴之间，要强化革命的这个力量。另外，看到日本昆台会是讲到台海和平，其实关系到日本的这个国安，因为中国的这个威胁，嘛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和平甲安全。为着避免风险咧，日本嘛尽出溃力，阻挡中国各方面改变现状的部分。最近中国军事动作真多，台海局势紧张之际，捌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阵，指挥美国独立号航空战斗群去台海的美国退役海军4星上将爱丽丝，率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专家学者访问团来台湾，关心印太地区甲台海安全问题，加强化美台合作。And thus we come with deep concern about the escalating threat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s well as the growing challenges to the security of semiconductor and other supply chains on which the entire world depends. 一些挑战更提醒我们，民主伙伴之间应该要强化结盟的力量，共同防御威权国家的干扰，并且携手捍卫区域的和平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因为中国最近想要破坏区域稳定甲现状，美国方面最近有甲日韩参详台海情势。To Japan and the ROK, it is at the heart of our desire to see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e preserved. It's something that we regularly discuss. 普莱斯表示，台湾海峡是全球重要航道，美国甲区域盟友斗阵行会各维持现状。日华议员昆坛会会长古乌圭斯会见总统蔡英文的时阵，也讲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的主张重视台海和平。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は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がもとより国際社会にとっても極めて重要なのであります。古乌圭斯讲到，最近中国军事倡导，不止对台湾、对规个东亚的和平甲安全拢造成真大风险。强调会甲美国等理念共款的国家合作，阻止中国威胁，单方面改变现状。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罗西亚入侵乌克兰24就要满半冬，迄日也是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回顾2月24开战，3月罗西亚轰炸病院，甚至占领现场枪王。咱讲到4月罗西亚退离基辅，乌克兰人民被枪杀，尸体是满世界凊彩处理。到即阵要满6个月啊，罗西亚是继续针对核电厂附近发射炮弹和火箭攻击。罗西亚咧即阵甚至要审判被掠走的这个乌克兰军队。泽伦斯基也讲哦，罗西亚那也是安尼做，以后就拢总免来谈判了吼。乌克兰军方也表示讲，已经有将近9000名乌克兰军队死亡。泽伦斯基搁一概感谢盟友的援助，并且呼吁各界要将罗西亚定义做恐怖主义的国家。做到炮击了后，一片如苍苍，离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10公里的城镇，一直向俄罗斯炮弹甲火箭攻击。俄乌双方拢指控对方向核电厂开火，当地居民将烦恼爆发核灾。Естественно, беспокоит. Как такой объект может не беспокоить? Беспокоится, я же говорю, это как бы ты живешь как на пороховой бочке.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4就要满半年，8月24也是乌克兰独立纪念日。不过因为烦恼俄国攻击，乌克兰下令禁止集会庆祝。总统泽伦斯基警告，俄国可能发动更加多、更加大的攻击，也搁一摆感谢盟友的援助。Чим довше проміжок між санкційними пакетами, тим більша зухвалість Росії. Я вдячний усім нашим друзям, усім друзям свободи в різних країнах світу, які просувають необхідність визнати об'єктивну реальність і юридично визначити Росію державою-терористом.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自治指出，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将近9000个军人阵亡。宣布庆祝独立纪念节活动，暗过首都基辅展出数十台拍下去的俄罗斯战车，互民众了解战争的残酷。 Тому що вони мають знати свою історію. Історія народжується і твориться зараз. Це їх вік, це те, 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розповідати своїм дітям. Я не хочу, щоб вони чогось не знали. Я хочу, щоб вони бачили, що таке страхіття війни. 活动侵略的俄罗斯莫斯科民众依然正常过生活，看起来无受国际制裁影响。不过，也有学生无法度出国留学。 Ничего не изменилось. За ценами не следим за новостями, путешествуем по России, все чуд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что планировала обучаться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т, теперь так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абитуриентов. 俄乌战争要半年，目前依然无停火现象，冲突影响也为乌克兰拖到全球，包含粮食危机。欧洲面临能源欠缺，甚至遭波罗热核电厂引起核灾惊吓。公司新闻电为人朋友。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看讲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罗西亚入侵乌克兰6个月了后，这阵罗西亚因为受到西方的制裁经济已经明显开始变坏。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对中国贸易连4个月逆差，是见到30年来的头一届。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经济预测咧通货膨胀会继续来升，明年初可能会到18%。英国 生活真正歹过。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 ，Trump 在Florida 被总被 FBI 来敲诈300多件文件内底，目前发现藏有150件这个机密敏感的这个分类文件。上尾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美国这阵针对拍台权可能是严格法律的时代来临，未来1/3的女性恐惊拢总无拍台的这个机会。 再来继续来关心 Argentina 现主席的这个副总统 Fernandez 被指控进前在担任总统8党的这个期间，牵涉甲公共工程有关系污洗这个行为，被检方起诉，检察官求刑12档。但是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后，大批支持者和这个反对者拢聚集在 Fernandez 徛家附近，和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 阿根廷检察官迪亚格鲁西安日伫镜头前讲，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兰德兹的贪污案开国库10亿美金，是国家有史以来上界大的腐败行为。伊指控费兰德兹2007年至2015年担任总统的任期内，将南部圣克鲁斯省51件道路工程的合约，互生理人拉萨罗巴艾兹。现年69岁的费兰德兹，伫做总统的时阵，都面对过真侪贪污的指控，这届是头一届进行到会互人起诉的地步。20年底就会宣判。消息一出来，真侪费兰德兹的支持者甲反对者，拢伫伊大个所在外口，反对伊的人讲铁鼎、铁杯啊伫庆祝，支持伊的人是批评司法不公平。 Es un día histórico para la Argentina. La primera vez que una presidenta es condenada por un delito totalmente probado de corrupción, que sirva de ejemplo para todos. Con eso, porque la persona con poder, si a Cristina la pueden tocar, ¿quién va a firmar un decreto, un DNU que sea a favor de un trabajador? 总统艾伯托·费兰德兹是写文章谴责检方的决定，讲这是司法迫害。不过费兰德兹有参议员的身份，享有豁免权，所以就算互人定罪，也唔免入加服刑。除非后一届选举失败，也是最高法院到尾啊批准有罪的判决。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国际上要紧，带大家来看讲美国防疫专家 Anthony Fauci 宣布，伫年底就要离开服务54年久的公职身份，已经81岁以后做过7位美国总统的这个顾问。不过这几天咱看到讲，伫处理 COVID-19 疫情和进前的这个 Trump 总统，思想意见有争差，也被保守派来批评，甚至受过死亡的这个威胁。这阵现任总统拜登继续照当伊伫咧防疫的这个专业，指定伊做医学顾问Anthony Fauci 伊就强调，虽然伊已经落任，但是未退休，会继续伫咧公共卫生这个领域继续来打拼。美国对抗新冠疫情的代表性人物福奇20日宣布，要在今年12月下任，结束超过50年的公职生涯。伊透过声明指出，会辖下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研究院长甲拜登首席医疗顾问的职务。When I leave, I'm not going to go play golf.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doing the things
but I'm doing only in a different venue. When that will be, I really don't know. That can be anywhere from tomorrow till next year. I just don't know. 81回佛奇1968年加入国家卫生研究院，1984年开始担任美国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到今嘛已经38年。经过7个美国总统协助打击艾滋病毒、探库杆菌、伊波拉甲兹卡病毒。2019年底开始对抗新冠病毒，常常甲前美国总统川普出现防疫措施无共调，和保守派批评。 甚至遭到死亡威胁。 But it looks like even though we've had a really bad week last week, remember when I was speaking to you before, I was saying this was really a bad week. There's still going to be a lot of deaths, but we're starting to see in some areas now that kind of flattening, particularly in a place that was a hot spot like New York. That's the first thing. 原本佛奇伫川普结束任期就拍算退休，不过拜登一通电话，将继续担任医疗顾问，对抗新冠危机。佛奇也伫声明中强调，虽然伊下任，不过不是退休，依然会继续伫工会领域当中努力。公司新闻电非人朋友。 过来关心澳洲前总理 Morrison 进前去向亚讲在咧疫情期间秘密任命家己兼任5个重要的部长，权力拢落伫个手头，破坏政府的这个制度。Morrison 也承认，伊捌用部长的职权组织一项在咧澳洲外海挖天然气的这个计划。现任总统 Albanese 宣布会继续调查落去。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针对前总理莫里森秘密兼任5个部长职务的代志，征询法律政策专员的意见。调查报告指出，秘密任命虽然伫法律上是有效的，不过嘛为根本破坏责任政府。艾班尼斯表示，这是对澳洲议会民主制度真明确的批评。内阁同意针对这件代志展开进一步的调查。Inquiry will need to examine what happened and how it happened. Thirdly, it needs to look at future reform. How we can ensure that this doesn't happen in the future. 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今年5月选举失败了后落台，两礼拜红表出伊伫2020年到2021年新冠疫情的期间，任命家己兼任内政、国库、卫生、财政甲资源部5个重要部会部长，无甲国会或者是内阁通知，就秘密宣誓就职，掌握真大的权力。大部分的人民都唔知影这件代志。 3个部长甚至到顶礼拜才知影，党内外是出现侪批评的声音。莫里森进前捌辩讲，伫疫情的期间是非常时期，伊有责任确保政府继续运作，所以甲这个责任规打起来。抑阁讲其他的部长迄当阵拢唔知影，就代表实际上伊唔捌干涉，嘛无真正共同管理。唯一一届例外，甲疫情无关系动用部长权力的，是甲资源部一个澳洲外海天然气纳井计划否决。 伊阁强调讲，安尼做并毋是要甲钱囥伫伊的落地啊，所以拒绝因为这个代志，甲议员的职务辞掉。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所以来看到北韩互外界印象除了专制独裁，也有封锁消息。但是咧，根据主办托福英语能力测验的美国教育训练服务社 ETS 的统计，甲美国同名的南韩比起来，北韩的托福成绩未输南韩人哦。虽然北韩和欧美国家咧保持敌对的这个关系，但是精英家庭出身的北韩学生囡仔学英语也是非常的认真。 这是屏东市中心牡丹峰区的一间小学，当地进行英语课的课外活动。牡丹峰区离北韩的政治中心是真远，小学生甲红围巾比例是真悬，显示这间小学的学生拢是政治精英家庭的囡仔。It officially represents a civilized nation. It was decided on with the foundation of DPRK in 1948. 학생들이 말하기를 진행하면서 어려서부터 나라를 사랑하고 그리고 우리나라의 강대함과 아름다움을 느끼고 그런 훌륭한 내 나라를 더욱 빛내어 가려는 마음을 키우도록 하고 있습니다. 除了英语的对话，课外活动也包括跳舞、演奏乐器，也学用算盘等等。 전 주산 공부가 참 재미납니다. 주산으로 계산하니 석쌤도 응용 문제 풀이도 다른 동무들보다 빨리 풀 수 있습니다. 北韩的12年义务教育。 为读1年的幼稚园开始，再来是读5年的小学，国中甲高中拢是读3年。有机会去读大学的比例差不多是20%。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指出，北韩真重视外语，嘛反映1948年建国以来对外关系演变。韩战战后的初期，真侪建设是拢靠前苏联伫资源。罗西亚语真做因上界流行的外国语，不过前苏联解体，都无本语的资源。
这个时阵，日本政坛出现甲朝鲜关系正常化的声音，在日本的朝鲜人真做重要外资的来源，大大提升日语受欢迎的程度。进入21世纪，北韩开始真接测试核武，还佫有飞弹，对日本的贸易因为制裁全断去。中国拄好取代日本，除了对中文真入手的导游，伫百货商店内底，嘛有真侪中国制造的日用品，有的甚至敢若有中文的说明书。北韩的人敢若会当拍拼学中文。因若英语一直拢是平壤外语大学重要的学科，甲中文还佫有罗西亚语是共款重要。这间大学的毕业生是北韩对外贸易、国际文化交流、甲对外广播电视的主要人才。英语、中文、罗西亚语甲日语受到共款的重视。迄时北韩就算受到制裁，嘛会拼死想办法突破经济封锁，开展对外经贸甲政治关系。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为着发展再生能源的美国各地头起真侪风力发电机哦，不如个伫咧西部怀俄明州风力发电机所变做台西当地一种金条麻朽的凶器。想讲，咱讲要发展绿能，就要好好保护野生动物，即阵嘛变成电力公司爱好好研究的工课。伫美国西部的怀俄明州，有真侪即种一支若像风扇伫转的风力发电机。这原本是一种真环保的再生能源，但是煞有可能对当地一种金条麻朽造成真大的威胁。一群科学家冒险爬起伫岩壁顶头金条麻朽的鸟仔树，将鸟仔掠出来检查了后，伫因的鸟仔脚顶头绑一个标记来做记号。这种飞伫天顶、两边的石骨展开有2公尺长的金条麻朽，是美国西部一种真有代表性的鸟仔。但是因为过去常常互人类提枪拍死，也是互车弄着，互电火条的电线电死，金条麻朽的数量已经减少非常多。最近这几年，科学家佫常常伫风力发电机的附近发现金条麻朽的尸体。Golden eagles, as they're flying toward a turbine, they don't necessarily perceive this distance, this gap between the turbine blades, and so as they're flying through, and the turbine is spinning, it strikes the eagle. 为着要发展再生能源，美国伫过去10年来，风力发电机的数量已经增加超过2倍，未来一定会佫较多。科学家建议，伫起风力发电机进前，应该先了解附近的麻朽生活的范围，收集资料来做研究。That information can then be used to site wind turbines carefully and outside of high eagle use areas. 因为金条麻朽每2年才会生一摆卵，而且即马全球气候变化，温度愈来愈悬，嘛会对金条麻朽造成影响，未来生存会更较困难。科学家希望电力公司爱考虑到野生动物生存的空间，才会当达到保护环境，同时嘛保护动物双赢的目标。记者甘延恩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斌张伟民，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